Hello，唔好意思阻你一陣啊。請問你知唔知道乜嘢係瑪雅曆占星術啊？我梗係唔知啦。唔知就弊啦。唔知嘅話，可能考唔到第一，搵唔到工，仲出唔到鋪添㗎。吓？點算啊？本嘢咁多字，我睇唔切啊！有冇啲咩快啲嘅方法啊？想快？咁你就要聽下呢條速成嘅瑪雅曆占星術是什麼嘅 YouTube 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店主阿藝啊。喺介紹瑪雅曆占星術之前，要同大家講下佢嘅歷史來源先。瑪雅曆係嚟自4-5千年前嘅瑪雅文明。呢個文明以前嘅位置，大概係位於依家現代嘅北美洲嘅墨西哥、瓜地馬拉、洪都拉斯嘅附近。當時嘅瑪雅文明係一個好高度發展嘅文明嚟㗎，佢哋擁有優秀嘅科學同天文、數學知識。呢個文明更加創造咗大概18個有唔同目的性嘅曆法，即係有啲似香港會有農曆同埋西曆嘅感覺啊。而瑪雅曆占星術就係嚟自瑪雅文明嘅 Tzolk'in 曆法，中文翻譯就叫做卓爾金曆法。唔知睇緊呢條 YouTube 嘅你係咩年齡層呢？你哋有冇聽過2012年係世界末日嘅呢個講法啊？喺2012年嘅時候，多次謠傳出當年嘅12月21日係世界末日嘅日子，甚至連電影都有拍賣㗎。當時仲有香港本地新聞報道話，有家庭因為知道要世界末日，就賣咗層樓，希望同屋企人開開心心咁迎接最後嘅日子。不過既可喜又可悲嘅係，2012年12月21日並沒有世界末日，只係當時有人利用咗瑪雅曆法嘅計算方式，算到當時會有大災難發生，就被當咗係世界末日嘅輿論。而且唔同嘅媒體更加大肆報道同埋利用呢個消息，徹底誤導咗部分嘅公眾啊。但其實2012年12月22日不過又係新一日嘅曆法，所以生活一切如常照舊。瑪雅文明嘅卓爾金曆計算方式就好似鐘錶入面嘅大小齒輪咁，由幾個元素互相交叉運轉，而算出每個日子嘅生命之流。卓爾金曆嘅運算結果就總共有260個組合，每個組合就等於一日嘅話，佢哋嘅一年就會有260日，即係日期嘅單位叫做 Kin， 好似西曆嘅生日一樣啊。同時 Kin 亦都係每個人生日嘅靈魂號碼，由20個文章類似20個神明去配合13個波符，即係對應宇宙節奏嘅韻律，有啲似中國節氣嘅概念啊。然後將20乘13等於260，一年入面就會有260個生日，有260個種類嘅靈魂組合啊。大家如果都想知道自己嘅 Kin， 即係靈魂身份證係幾號，可以去描述欄嘅維心書院度確認下。呢個係一個台灣嘅13月亮曆查詢嘅網站嚟㗎。而今次介紹嘅瑪雅曆占星術系統，店主其實係師承日本嘅瑪雅曆協會嘅創辦人 Masayuki Sensei。呢套瑪雅曆占星術係老師借鑑咗卓爾金曆嘅運算方式，原創出嚟嘅一套瑪雅曆占星術系統，所以會同台灣陳怡君老師教嘅13月亮曆系統會有所分別㗎。離身，其實我都冇正式上過陳老師嘅課程，暫時都講唔出個分別係乜嘢，但係單睇課程內容，知道教嘅嘢有部分類似，亦都有好大唔同。店主會遇到呢位日本老師，都係一啲因緣巧合嘅推示，日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啦。而日本老師教嘅系統，係我一路學習嘅時候，有太多同我自身產生共鳴嘅內容啊！即係簡單一個字，
準啊！而且呢套系統喺香港順利被廣泛認識，就算係13月亮曆呢個名呢，個認可程度可能都未及塔羅咁多人知啊！所以我本人真心希望喺未來將呢套瑪雅曆占星術系統引入香港，俾更加多人去認識，幫助到更加多人去認識自己，同時揾翻屬於自己嘅人生使命，改善到生活，改善到人際關係，改善到現狀同埋佢哋嘅未來啊！大家上維心書院查完之後，應該會得到一個 Kin 號碼。呢個號碼嘅生成包括咗最少3個基本元素。首先係太陽紋章、波符、銀河之音呢3樣嘢組合而成。太陽紋章你可以想象成係你嘅個人性格特質，或者日常生活你對應外在環境時候嘅態度同埋做法。有啲似心理學入面嘅所謂顯意識層面啊，而波符就係你潛意識嘅部分，亦都可以係你每一世所累積落嚟嘅特質。舉個例啊，你可以想象波符係一架好有你風格嘅車，有唔同嘅 spec 設計、外形、顏色同埋風格喜好，而呢一架車呢，就係由你嘅太陽紋章嘅特性，即係駕駛者嘅性格去決定駕駛嘅風格啊。另外仲有個銀河之音，就係你同宇宙之間互動產出共時性嘅 rhythm。你同宇宙共時共鳴到嘅時候會有嘅行動模式啊，或者可以係你嘅專業同埋專長。然後呢3種元素加起嚟，就係你今世獨特嘅靈魂身份證，指引住你今世何去何從。哇，好似好有趣咁。咁我點先知道瑪雅曆占星術可以點幫到我啊？咁就要記得 follow 我哋 YouTube channel 先啦，留意住更新，你會接收到更多有關瑪雅曆占星術嘅嘢。如果你已經等唔切，可以即刻去 IG 度 DM 店主拎新客開盤鑑定優惠價，了解更加多鑑定內容嘅詳情啦。下次見。